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2月13日，你的喜乐是我的力量。约书亚记11章6到9节。今天我们要 RPG 的经文记载在申命记7章9到10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使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我们有没有过接一连二连三的挫败，以至于我们好像觉得努力都没有用，我们完全没有动力，力不从心呢？怎么办呢？主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人的动力跟力量吗？怎么可能呢？今天的经文继续昨天所说的，约书亚再次要面对这一些的挑战。这些王真的是聚集，像沙一样多昨天的经文就讲到说，这些军队人数多的像海滩上的沙粒啊，他们拥有很多的马匹跟战车，光看到都晕倒了。怎么会这样子让人惊吓？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看约书亚有没有惊吓呢？我们一开始看到上主对约书亚说的话，不要怕他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约书亚有在怕的哦，因为深知人心的主，他总是可以安慰到人的那个点。他怎么说呢？上主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明天这时候我会替以色列击杀他们，你要砍断他们战马的腿，烧毁他们的战车。于是约书亚率领所有的军民在米伦西突击他们，上主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追击他们，北到米斯利弗、马因和西顿，东到米斯巴谷，直到把敌人杀光为止。约书亚照着上主的命令带他们，砍断了他们战马的腿，烧毁了他们的战车。我们看到今天呢，神说的话再次带来了得胜我们看到以色列好像越来越熟悉了，他们已经学会了绝对的跟从神所发号施令的去做去征战，他们就能够得到那个得胜的这个把握。当然看那个我们神所说的话，有的时候会这个摸不着边际，会觉得我们的神怎么想的都怪怪的我们看到以兵力跟装备这个悬殊这个真的是真的不敢看我也不敢想这个差这么多大细还差这这能赢吗？这个跑都来不及了但是这是人人看到环境我们的心思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们人是用看得见的去算，而我们的神呢，他所看到跟我们可不一样。我们的神呢他若是我们没有把神算进去，漏了神，那我们就等于是这个军队里面没有元帅所以当我们在盘点自己所拥有的时候，千万不能只算我看到的这么多这么多困难，完了零，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多的零，非常多的感觉是劣势，但我们的神其实是那很多零最前面那个一有几个零前面的一就代表有多少。
所以越多的灵，我们越多没有，我们神的前面那个一所代表的意义就更大。今天的经文也是凸显是这样，敌军看起来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灵，但如果没有神算进去，一切都归于零了。但如果把神算进去，那个一算进去，哇，不是几百几千几万几千万而已。我们的神是无敌啊，真的是无敌，超级无敌强大了。所以我们的主他一开始就跟这些以色列明明的讲，说你们不要惧怕，而且明天这个时候你们要得胜，而且你们要砍断他们马的这个蹄筋，用火烧他们的车辆，你们照着做就好。这些敌人不是打战就是可以占领他们的这些马匹，这个马车车辆吗？这是以色列没有的耶，那何以我们还要把它烧毁呢？还要把这些马不会认人的，谁骑在上面谁就是主人，哪有人这个放着这些战利品不要的呢？有，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要他的百姓要全心来信靠他。我们不要信靠人，我们要信靠的是这位神。神要把我们自以为可以靠得住的，神说没有这些我不要，而且烧毁砍断，单单仰望神。以色列人经过几次，他们明白，他们这一次做对了，他们跟对了，他们知道主的喜乐是什么。困难多到让我们腿软啊，但是我们的神说，你的力量是来自于我的喜乐。我的喜乐，神的喜乐是什么？就是爱，他爱他的百姓能够完全顺服这个很多灵前面的那个一。我们要信靠一，还是要信靠很多灵倒成一片的？神要我们得着那个得胜的秘诀，以至于我们的努力才不会归于空。人会没有动力，不管是生活的动力、学习动力，最主要是因为我努力了，结果怎么又来了？怎么我好像努力都归于空？那简直像悲剧一样。我们有没有过那种经验？我好像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但是怎么好像到最后我还是败了，败给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放弃，我们就拒绝了，我们就害怕了。没有，我们依靠这一位主，主要扶持我们，好不好？我们信靠信对，要信那个一，那个完整的一，而那个零，人是零的，人是一靠不住会倒的，一切努力都会归于零的。我们说要全心依靠的，我们的动力来源在于信靠神。神的喜乐就是要我们所行的合神心意，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神采奕奕，好不好？我们学习今天的功课，我们完全来信靠我们的主。每一天我们都归零到神的面前，依靠这一位一，使我们不是零，而是一，使我们从很多的零当中，我们有的一，使我们是有丰盛的应许。因为这位神是应允我们，给我们力量。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哦。我们来默想我们生活的动力、学习的动力，来自内心我们坚定的追求。我们的生命动力起源是对的吗？
我们的起源是来自于神圣的一神吗？愿我们把自己放下归零，我们依靠这位神圣的主，他的喜乐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我们就能够像约书亚一样，以色列一样，我们常常在战场上我们是可以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再次告诉我们你是可以依靠的，因为主你爱我们。主啊，你要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信实的，你跟我们立约，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啊，我们依靠你，我们就有完全，因为你是完全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活出主的喜乐，以致我们今天力量十足哦。我们明天见。